據旅居澳洲的中國法學家袁洪兵引述中共體制內部的消息進行分析，指出習近平企圖在2026年之內重建那套已被他親手徹底摧毀的中共黨衛軍各級統帥機構。中共太子黨領袖人物劉源近日對此直言不諱，他指出，習近平即使能重新搭建起其親信軍隊的統帥機關，也必定會在短期內再次爆發對其絕對不忠誠的政治大案。這是因為軍隊中對習不滿與怨恨的根本原因完全沒有消除，而且還在迅速累積。在這種壓力下，習近平很可能因急火攻心的極度焦慮，最終變成一個瘋子。作者表示支持劉源對習近平的預判，並進一步指出，習近平本人才是習近平最致命的危機。袁洪兵認為，習近平不僅是自身致命危機的源頭，更是對中共暴政末日的詛咒。習近平一心要做共產皇帝，渴望個人壟斷獨裁權力，絕不容許其他中共權貴家族染指或分享。這種視權如命的倒行逆施，不僅得罪了平民百姓，更引發官場劇震，官怨如潮湧。近日對張又俠、劉振力的清洗，正證明習近平已處於孤家寡人、眾叛親離、獨夫國策的危境之中。袁洪兵直言，習近平因愚蠢而狂妄嘅無知又固執如爐，更因極度自卑而產生極度自戀。他指出，環繞在習身邊的馬屁精團隊，由蔡奇、王滬寧到李希、丁薛祥、趙樂際，全都是文革時期毛澤東精心培育的工農兵學員。由習近平為首的這個執政團隊，令中共暴政的穩定機制徹底破產。中共原本的互補機制已被獨裁取代，正走向最終的崩潰。